下客文填名火焰山游记文罗宝贵新竹市客家人现下带头分本样片是用客语试验强语音合成。小学过後，顯示韓語小男有一日打造食飽酒，老公講愛去太協谷，而那位有太協谷呢？夾上名查估過，原來係三二嘅火焰山。實時查嘅啲高速公路經過台中後里愛去苗栗嘅時節，有注意到一座東有氣勢風來外表嘅泰山。記住係火焰山。當小事先規劃行程，接講行住行，簡單準備水，老兩地餅嘅就出發，去到嘅位9:50，從登山後起始，沿路有32登山協會鋪嘅沙段，踏沙段8架上山，進行共上登高遠望。做得欣賞遠方嘅高速公路，東發嘅平原和田。火焰山喺苗栗32老灣里嘅隔界，海拔差唔多有602公尺，係台灣35號小白膜，看泰安海灣里。同時，泰甲一帶還做得看到壯觀嘅紅色山壁、甘肅媽咪、松原森林。景色當特別，雲拍風強嘅好天時，漫山遍野樹添枝，岩石心情就鬆爽咧。多多人就上家門，有兩公婆看到我哋打在鼓講，唔到無騎登山場愛生意山路係沙沙地卡威屈，尤其有一趟高大張東道，愛慢慢行哦。當時蒙山有嘅提醒，老公講，兩位唔記得帶扎嘅喏，實實啲山度침足嘅，該再有침到兩幾足嘅準倉嘅，今次看好騎模，又看到更加好嘅張灣鐵。行到太協谷嘅下，看到東村有灣嘅河壩流過地區危險嘅地形。兩片剛剛綠色嘅山峰，老蓬順嘅媽咪叢林形成強烈嘅對照，一簇簇高天天鳳鳳嘅山峰，地目珠前點開，綿延到平原天發地發嘅景象，本人驚喜連連。讓俺講啦，都唔盼得將離開，接得愛去三角點。野團路長難度較高，愛翻過幾座山頭，行啲山澗等，該在登山協會兩邊都有安索嘅，本人行較安全。層層貼貼嘅高山風溜溜嘅，愛當生意慢慢嚟行，心肝度還係歡喜啊！雖然一下上架一下又下架，高大變化當家。野團路愛行了50分鐘，到一個休息區歇困一下，當多人啲野味坐定食點心。看到東邊下西拉嘅片數，西邊下西摩嘅片數，滿山又係唔係真見有片數，山有恩，唔係哦，又唔係嘅人去嘅片太自然是有病啦。我哋咩坐定食餅嘅啉水。歇困啦咧，過行一段路總算到三角點，日日翕相做紀念。又行一段路，看到三粒石鼓嘅白宮，過來行北岸線柱係下山嘅路咧。行轉登山後嘟嘟2:50，總共花踢5點鐘，實實去침食，食菜當甜，又到都市變背濃嘅。總算有間麵店，還有做生意。當生氣嘅係竟然有送傳機器人，用音樂送過來，也傳到嘅會講，請起傳，假使忙那會提醒，請夾夾拿傳。愛趕等送下一個人下，那好處講，後背有完成天傾落去。
中好聽嘅音樂將離開3點人將失主客家版條款中度假魯蘭肉片將80口食材好食的。老公問我下愛在客火焰山麼？我腳骨酸痛幾日，腳趾甲無青苔。我堅聽人講，等明年童話開年萬成功嘅時節，建築再去拜訪。火焰山喺大安海北片，地勢容易飛嘅朝陽大廈，歸厝山嘅峰峰，就像火地嘅緊條橋樣，故所有火焰山嘅名嘅。此次交通部觀光署觀光之新名。什麼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